国军汉光39号实兵演习7月要开始，这陆军航空602旅也有陆军装甲586旅最近拢进行实弹演习。接落来6月也有一个陆军航特部年度上大演习新鹰操演，这拢是为着汉光演习提早做准备。咱的国军强化防卫战力，毋过中国有关伫有关军事威胁。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就认为，台湾就要坚定表态，莫互中国认为台湾是伫咧落难。伫空军锁定地面目标 OH-580战术直升机、AH-1W 目镜蛇攻击直升机，也有 UH-6M 乌鹰直升机轮流实施火力打击。陆军航空第6栋2旅伫恒春三军联训基地进行空用武器基础射击。陆军装甲586旅伫屏东进行三军联合作战测试，考验部队联合作战的能力。伊就是伫为7月要举行的国军汉光39号实兵的演习日新。我们 OG 射击的武器有分5零机枪以及火箭等，那通常我们都是采2到4个航线实施射击。再来，也有陆军航特部年度上届大演习新鹰操演，包括6月初5至初9航路训练，6月12至15小连续4天的实弹操演。到时阵阿帕奇超级目镜蛇、乌鹰、OH-580拢会出动，严整空对空、加空对地、空对海射击。台海局势持续紧张。当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，切伊对台湾的问题表态，讲绝对无承诺放弃使用武力。前国防部长蔡明宪认为，台湾要坚定表达立场。中国的飞机已经超越台湾海峡，他们的飞弹已经飞到台湾的领空。国防部也好，我们总统府也好，应该也有所表达。我们怎么还个点点？这个是示弱。虽然强军无愿意放弃武力还台，不过美国、日本是持续强化围堵中国。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，美国海军一只扫雷舰一定6月中停靠伫日本石垣港，这是14年后，搁再有美军的舰艇进入石垣港。研判考虑到台湾有代志要及时应应，显示美国甲日本持续伫协助中共的武力还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